共政府将数百万维瓦人关进条件恶劣的再教育培训中心，酷刑折磨致死的消息频繁传出，各类洗脑集中营以及有关再教育培训中心还在持续扩建新建的消息，在国际各大媒体有大量深度的跟进报道。尤其是最近联合国官员对中国落实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情况质询的实况报道后，使维瓦人问题史无前例的又一次成为了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可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共政府还在继续抓捕关押手无寸铁无辜的维瓦人，扩建新建再教育培训中心，对被捕关押人员实施酷刑。据相关媒体报道，有7名维瓦人在再教育培训中心不明原因死去。中共政府已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产的大规模抓捕、拘留、破坏延伸到了海外，其手段包括调查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欺压破坏他们在新疆的家人。维吾尔人所面临的人权侵犯及破坏性毁灭，已引起了联合国人权专家、美国国会议员、国际知名媒体的广泛关注。据报道，纳威政府就对维吾尔人权侵犯问题，在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前，与居住在纳威的维吾尔人进行了进一步调查核实具体受压迫害的情况后，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交涉。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9月1日承认，8月9日多国联军对也门西北部沙达省的军事行动存在错误，声明联军将对误炸实施者采取法律措施。8月9日，一辆载有儿童的大客车在也门萨达省大黑岩市遭遇多国联军空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空袭造成51人死亡，其中包括40名儿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于9月1日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开始了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当天召开了两国战略合作最高理事会议，并签署了一系列的文件和两国领导人的声明。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月2日凌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西部的马扎空军基地传出多次爆炸声，有消息称遭火箭弹袭击，但叙利亚国营媒体表示是弹药库电气问题引发爆炸。